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停止提公告年金。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搁再发声，呼吁立法院调野都爱三思。有民众11下晡去台中和平北东宝山整地路所吊伫咧山顶，消防局是到迄暗的8点外才成功把人救落山。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停止提公告年金。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搁再发声，强调这年金是牵涉世代正义、甲国家财政，是前总统蔡英文重大改革，无应该行回头路。呼吁这立法院的调野都爱三思。年金的议题牵涉到世代正义，也牵涉到国家财政永续，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希望立法院甲三读通过停提公告年金修法送出进程，搁再想看卖咧。总统赖清德希望在野党唔当互年金改革行回头路。总统规划15月邀请行政、立法、考试3期查处，共商国政。严过韩国瑜仍需要调野党团共识做理由，未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参加。所以我们希望韩院长能够再考虑一下那我们知道韩院长也有难言之隐不过请他再思考一下。赖总统搁再向韩国瑜发话，严过敢若是话中有话。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赞成韩国瑜的决定，讲赖总统将找在野党领袖进行实质的对话甲沟通，这是有效的方法。请赖总统放下你的身段，走出你的同温层，直接与在野党主席诚恳共商国事，才能够解决国家的难题。他个人的选择了，查去，当然去也可以反正表示意见就好，也不能参与做这个任何的决议，因为任何的决议的也是要立法院正式院会通过。不做立法院长17年的王金平是认为，韩国瑜也是会当去参加查处，表达家己的意见。也若正喊你甲王金平参加同一场活动，赖总统讲伊正怀念王金平做院长的时阵，会尽量去协调调解。伊讲，若是即摆立法院以王金平的规范甲精神确实的执行，对即摆的政治情势帮助正大。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年金受关注，咱的国家预算放伫咧国防的比例是愈来愈悬。虽然咱是开大钱甲美国买武器，不过却是有真济货拢延前也未来。根据美国学界统计，到今年11月，美国欠咱的武器和代票是已经达到6725亿，欠上介济是 F-12战机，也佮有飞弹甲鱼雷。这对咱布局应对中国威胁是真大挑战。中共一直交代，国防部13发布查到共机9只，其中超过中线进入北部西南空域4只，结合共弹7只10招大海。咱的国军派 F-12V 升空反制共机威胁，煞限制中共消耗战的困境。国军加速战机耗损，真需要新会加入。不过向美国买66只 F-12V 新机，到即马1只拢无到台湾，反映美台军售严重延前。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厦所做的台湾安全监测，12月上新统计显示，美国欠台湾武器金额达到6725亿。包括台湾最需要的防空制海的装备，已经严重影响到台湾因应2027挑战嚇阻的力量。要预算是急如星火，但是催交货却慢如郎中，这就是民进党伪善的真实面。美台军售延前常态化，主要有3大武器，包含66只 F-12V， 原本明年全部交货，美方目前在继续赶工。另外 ，AGM-154飞弹原本今年明年要到台湾，延长到2017年至2018年。MK-48大型鱼雷真济摆调整交运时间，上班到2018年全部交运，恐计造成台湾空防抗碰，无法度提悬海军的反舰反舰能力。如果今天你生产来不及，但是我们已经兵凶战危，或者是我们这个区域局势升高的时候，你美国是可以现在直接使用的热弹或者是这个热雷，直接给我们台湾，用这个方式去快速的去补齐我们在这上面在弹药上面的一个缺口。
不过，各州飞弹有好消息，中科院以大号方寸全限打造大版 AGM-158降落飞弹，射程超过500公里，经过真济摆飞测失败，传出顶个月第一摆测试成功，要拼明年完成作战测评，有希望加做量产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会消息，有民众11下晡去台中和平爬东宝山，这落山时阵想要捡地路，所有2个人掉伫咧山壁，还佫另外一个是厝内30公尺的山架受伤。消防局是一直到迄暗的8点外，才成功把人救落山。爬山民众掉伫咧山壁顶一丛树仔边，唔敢点动。搜救人员有所先找较大的所在，慢慢挖滚等待救援的民众。11下到1点外，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共有3个去爬和平区东宝山的民众，落山时阵无顺利掉伫咧山壁，共有1个人脚受伤，消防队随赶去救人。位于东卯山4.7K 处山域事故，然后立即派遣和平分队共3车7人前往救援。消防局讲，因2个查甫、2个查某4个人去爬高关7强之一的东宝山，这条路线算是中等难度，来回差不多16公里。但是因落山时阵想要找一条较近的路，结果煞行到唔知影路，掉伫咧山壁顶。其中1个人先家己落来，嫌故有一位69岁女山友无顺利爬落去30公尺的山壁。看到第一个滑下来之后，他们也不敢动，就趴在那边。3个待救啦，一个就是他已经就是在步道上面了啊，他脚是肿胀啊，就疑似骨折这样子。山坡那个很陡，大概离步道大概30-40公尺。受伤的山友敢若是正脚的骹肚鳞骨折，无法度行。搜救人员用派也个独轮车的方式解救落山。另外，掉伫山壁顶的2个人也用竹仔甲因粗杠到步道。暗时8点12分，将3个人送到登山口，受伤的人是送病治疗。消防局讲，爬山千万唔通行唔捌的近路，因为正容易就行入去拍落人行出来路，愈行就愈找无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这泰国甲柬埔寨边境10月停火，不过今年2日是又搁战起来，唔但是有人死伤，嘛害大阵住伫咧边境的居民都爱离开家乡。之前，这美国总统 Trump 是刊文章讲，伊有甲2边的头人已经通电话啊，双方是同意拜五暗，也就是早暗开始停火。美国总统川普伫咧伊家己的正式社群讲，已经就泰国甲柬埔寨之间的冲突，甲2个国家领袖对话，双方同意12拜五暗开始全面停止射击，并且等到10月由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协助所促成的和平协议框架。泰国看守总理阿努廷伫通话了开记者会，讲泰国唔是侵略者。นี่คือเหตุที่ผมต้องอธิบาย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ทรัมป์ไม่งั้นท่านก็จะไป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ราเนี่ยเป็นฝ่ายจู่โจมเป็นฝ่ายรุกรานประเทศกัมพูชาซึ่งไม่ใช่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บโต้แต่เราเวลาตอบโต้ในบางครั้ง柬埔寨伫几类性设铁路中心收容灾民，地方官员希望赶紧停火，因为若是战火无停，边甲民生系统就无法度运作。柬埔寨一直讲因是受害者。Ceasefire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Ceasefire can stop to kill people, like you see, from our newborn to our elderly, for our civilian, can stop our military die, injury. 虽然双方同意停火，不过边境是不是让真正恢复长久的和平，也该观察。分析认为，冲突的原因涉及到主权的争议，也有一寡历史的恩怨，敢若靠停火无法度完全化解。而且泰国国内政局也是区域稳定的一个变数。看守总理阿努廷伫最近宣布解散国会，准备要重新大选。以后选出来新政府是不是延续之前对柬埔寨的政策，也阁无确定。伫咧外交调解也阁内政转折的这个时阵，这边的停火是不是让这个和平的起点？国际社会密切伫咧注意。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欧盟12是决定无限期冻结罗西亚中央银行伫咧欧洲的资产，可代表7兆7,000亿。按算未来若是有必要，就会摕这条钱来援助乌克兰。当然，罗西亚迄边一定是批评欧盟安尼动因的钱是非法的。也那另外，罗西亚、乌克兰咧朝停战，美国是提议，互乌克兰伫咧2027年进前加入欧盟。
不过，这加入后面爱符合的条件，乌克兰本身到达多数拢无达成。后边各国政府12通过重大决定，将价值2100亿欧元，合代表超过7.7兆的罗夏主权资产，改造有需要的期间内继续冻结，不是每6个月都针对冻结期限进行表决。这项决定消除匈牙利甲斯洛伐克可能伫某个时间点拒绝延长冻结的风险。这两国甲莫斯科的关系真好，若因反过延长冻结，会迫使欧盟将资金献予罗夏。目前担任欧盟敦促主席的丹麦财长12强调，欧洲已经感受战争的冲击，继续援助乌克兰是有必要。Because we already feel the effects of the war, I think we have to foresee that the effects will be even more severe to European security if we're not able to help Ukraine. 罗西亚中央银行表示，欧盟计划动用因的资产行为是非法，可保留使用一切可用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欧盟希望动用冻结的罗西亚资金，向乌克兰提供相关1650亿欧元，差不多6条代票的汇款，来支援乌克兰自2026到2027年军事甲民生预算需求。在美国川普政府报告提供乌克兰援助资金了后，欧盟在无愿启动本身资金的情形下，冻结罗西亚资产是唯一的办法。Ukrainian budget runs a huge deficit, and we are not even mentioning the needs of the army. So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money is vital for Ukraine, and the Europeans must find a way of providing money to Ukraine. 金融时报杂志指出，美国总统目的在终结两国战争的谈判内底有一项和平提案，喊算安排乌克兰在2017年1月初进前加入欧盟。对基辅来讲，加入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是重要目标，希望进一步脱离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不过，在欧盟反锁36个集会阶段内底，乌克兰连一个也无完成。了解这计划，欧洲外交官表示，要在2017年进前完成乌克兰集评是真困难。而且目前也不清楚欧盟领导层是不是支持这个想法。有真侪欧洲官员甲外交人士表示，这目标日期完全无可能。公司新闻警员请朋友。台大今仔日举行临时校务会议，针对敢要予校长陈文章继续做来投票。这陈文章上届大争议是去予高教工会甲学生社团来批评，讲这后来是发生严重的劳资争议、非法时透露、工会场霸凌的代志。不过校方煞是拢结外。台大最近全部拢出动，行政大楼只敢若留一个出入口，也才临时的查拿。校务会议代表照发到入去。学校这么紧张是因为13临时校务会议为针对校长陈文章涉任案进行问答甲表决，高教工会讲要来抗议。原地集团，退出新月台，动不动就要砍员工的时数，动辄用羞辱式的方式，这就是台大的副校长丁诗彤和他的伴侣国际长袁孝维的面目。高教工会甲台大新艺台的这场霸凌、劳资争议，也个过劳，拢怪乎副校长丁诗彤，也个高级长袁孝维。因为顶礼拜五记者会代志爆出了后，台大即个人讲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来准过。严过校长陈文章早就知影拢无插，多工社连续5天伫学校摆打，收到500多份联署。这些甚至有可能是他们身边的学生身上，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慨，感到非常的不解，为什么我辛辛苦苦考上了台大，却会长这样子？袁孝维退出新月台，退出新月台。是行政大楼发言的诉求，要互校长甲所有参加的人拢听到。台大国在发声明讲，并无大量解雇员工，有2个人因为敢若是签到记录不实、诈领薪水、伪造文书被解雇，即嘛已经建立司法侦查的停诉，也已经通知新艺大工会。即马是按照原本的经营模式，搁再经营1年。因为有关劳资纠纷甲不法侵害，11个日期已经做调查小组，拢是外部的专家开始调查。但是对工会调工或是台大对外公开说明甲承诺，美国伫学校进行资料行为，感到真危险。因为改变正严，工会甲社团的学生只敢若会当伫咧课场甲出入口讲因的诉求。不过工会讲，校长、副校长甲高级长拢有开课，从来请学生去教室内面表达诉求。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部是按算明年要办第3届国家语言法定会议，为着要收集地方的意见，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是对13开始举办4场，头一场是办伫咧台南的成功大学。众人是希望对这制度面来下手，对法令也有学校的教育，彻底甲台语找倒转来。1700字敢头文章合无？这是咱推算20档台语教育这结果。教育部认定23700字是脱离册美句的标准。不过，现代台文系主任陈丽君讲，咱台语教育设20档，高中3年的囡仔所颁布一半的量，学校台语教育出问题。为着要收集大家对台语推测政策的看法，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要伫北中南东小线举办4场。13由南部论坛拍头阵，伫咧第一线的台语老师讲，台语教育的政策要一贯化。为国校的时阵，咱爱先开始学音标啊。2年啊是3年啊时阵，因的迄个台语即个思维爱认包几个字体，这应该是爱有一个具体的政策，安尼才有法度把咱的台语的即个能力道道安尼培养起来。敢若阮即代可能讲过会使，啊，毋过即摆囡仔其实足欠讲学校，还是即种整个的环境来甲帮助。无论是讲台语的环境制度，台顶大咖拢互相分享交流。陈丽君也基英国爱尔兰保存保育的来讲，包括法律地位的保障、教育体系改革、语言地位的重新建构，尤其是爱建立制度投入资源，安尼台语发展才有希望。语言文化要保存，毋是单靠爱台湾，也是讲感情安尼尔，爱有制度的支持。若无制度整个的支持，搁较爱，咱嘛是坐伫遮。流喙烂，咱今日若毋是行伫即个方向，咱的拢是加了的就对。水若直直流，啊你毋去保留，你干那水直直天，它有啥物路用呢？陈丽君表示，目前14岁以下会晓讲台语的人，敢若剩7%。台语教育制度有重大，咱就来改正。后续阁有3场论坛，大家意见拢会收集起来，加做明年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推测方向。记者郭家祖、邱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宜兰五吉乡过去有一个聚落，旧地名号做基力港。过去因为好港欢迎，即阵也因为时代转变渐渐点睛。即阵是有青年招因的朋友回去故乡，创立好野人社区学校，带当地囡仔行遍土地，重新认捌故乡。台语台青春的日望下暗7点半，特别和大家做伙来看基力港的囡仔伫咧山海之间的故事。嘴唇拿这个位置，然后你下去的时候，大概这个高度就好了。好野人社区学校希望让社区的囡仔更加认捌在地，接触大自然。平生甲基酸每一年拢会带囡仔去山顶修复步道，让囡仔透过双手来认捌大自然，嘛体会对土地尊敬。好野人社区学校就是希望讲，带学生来甲大自然学习，做伙做工课，学习讲服务的精神、服务的态度，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安尼。因为今天会用到火跟刀具，所以我要请你们就是特别小心各方面的安全，然后不要。平生邀请为台中来的基酸做伙去基力港为社区学校打拼。伊看到基力港的囡仔甲城市囡仔资源的差别，嘛坚定伊要留落来的决心。我感觉基力港这囡仔其实因的资源，甲别位所在囡仔比起来是较少，所以我是希望讲因来甲阮学习的时阵会使。唔惊去学新的物件。那我们要看有看到哪些关键字吗？对，我们要透过他的这个视角来看他其实要传达那个字。刨腰作。你们都可以试试看那个无限次答题。有人答对了，有人答对了。这样子，那你答。当去到基力港，平生甲地方社区学校的学生做伙设计实景游戏，透过手机甲学生设计故事，互游客了解当地历史，嘛有机会去在地古街行踏。我们对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虽然这里是我们的家，可是我们又好像不怎么认识它，所以老师就透过各种课程的设计，然后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为山南步道到古街的巷仔，好野人社区学校用行动把土地甲教育连接起来。基力港的青年带领囡仔伫咧山甲海之间定根，用双手打造，重新认捌故乡。记者陈雅顺、梁新维，基南报道。
2025年人权艺术生活节特别煞过啊！上尾一场表演《未竟之业》是由第几代训练班所训练出来12位演员，来演出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总统的故事。伫咧当初去互禁声场合，国家人权博物馆大声用咱的母语来发声。你回来啊！明仔载细汉的爱做生意，你感觉加2个月要啥物口味才好？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总统1937年出世，是一个医生。伊伫日本留学的时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32岁去人掠去关，迄当阵伊才拄和牵手结婚，幸福的生活乌有去，互人关15冬。有受过教育，读过册，才受过启蒙，有晓思考的能力。你讲，是要安怎袂烦恼甲思考家己国家的未来呢？咱就把这个焦点放伫咧陈总统甲因的太太。当初时若是讲伊无互掠去，迄个幸福的生活本来是啥物模样？这届主要演员拢是对公司台记台台记训练班所选出来的。这届演陈总统的演员叫做李家芬，伊有这届演出台记剧的经验，讲台记对伊来讲袂讲真困难，较有挑战的所在是伊爱去学陈总统的口口。因为伊细汉时阵就对因爸爸搬来中和大，所以伊的口口。可能就无遐尼强化，啊，毋过我注意到伊有受到伊诶牵手的影响，因为牵手是家己人，所以有寡腔口其实是靠我家己的讲腔安尼。另外也有一位演员陈必祥，伊的台语就无遐尔练长，毋过参加演员训练班的过程，已经慢慢甲母语捡回来啊。还是用台语来表演，啊，去习惯讲用这语言去。处理表演，导演讲，这是一场艺术的政治行动。伫咧现场，大家会当大声讲出家己的文化和人权。当初互人禁止的声音，也会当大声用咱的母语讲出来。记者陈选林旭凯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1度。中部地区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19度到27度，外岛地区14度到22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